1分鐘教識你廣州、香港粵語區別。以呢個字為例，構嗱喺老廣州嘅發音佢係讀構機構結構，但係香港嘅發音呢係唔一樣嘅，佢係讀構機構結構，同呢個夠鐘嘅夠係一樣嘅嗱。其實喺1993年以前，香港發音都係跟老廣州發音嘅，所以劉德華、周星馳都係講廣州話嘅。但係93年之後就唔同啦，因為93年嘅時候，香港嘅專家揾出咗宋朝出版嘅古代嘅韻書，佢哋發現呢，構呢個字喺宋朝嘅古代韻書裏邊，佢嘅聲母係吉，於是就改咗呢個發音，變咗機構結構咯喎。嗱，最後問下你，你覺得呢個字應該讀構定係構？你覺得除咗呢個構字之外啊，仲有邊啲字喺廣州、香港粵語發音係唔同嘅？